将内脏组织捣成糊状，使其能与有机溶剂充分溶解，再经过反复萃取，内脏组织中含有毒物的化合物转移到有机溶剂中，经过检验，便能确定毒物种类。确定毒物种类后，毒理学家还可以依据检材推算出死者摄入毒物的时间。随着人体循环，毒物进入各个器官和组织中，甚至可以到达头发和指甲。有些毒物在尿液和血液中仅能存在不到1天，但在头发上停留的时间则要长得多。将发丝剪碎后，置于液氮中，在接近零下200摄氏度的环境里，头发逐渐变脆。经过不断研磨，碎发变成纳米级的粉末，藏于发丝内部的毒物更便于提取。毒理学家在死者发根向上3厘米的地方都检测出了砷，再结合毛发生长的规律，可以推算死者生前大约经历了3个月的慢性砷中毒。